大家好，我係 Katrina。近期泡泡瑪特由高位回調唔少，到底係咩原因呢？又值唔值得大家趁低吸納？今日用1分鐘同大家拆解一下。早兩日我喺節目裏邊提到，泡泡瑪特對 Labubu 大規模補貨，令內地嘅二手交易平台上千島網嘅轉售價格暴跌近40%啊！今次補貨嘅數量同埋頻率都明顯多咗，市場擔心玩具競爭加劇。同時，人民日報最新發文呼籲加強盲卡同埋盲盒嘅監管，不過內容主要就係針對住盲卡，話盲卡喺兒童青少年嘅群組裏邊好 hit。非理性消費喺青少年中屢見不鮮。泡泡瑪特作為盲盒股，係咪只係借勢回調？大摩6月10日嘅報告指，泡泡瑪特 IP 多元，營運能力強。雖然今年嘅動能已經被計入股價，但長遠嘅增長潛力大。北美同埋歐洲嘅業績可能會遠超於預期，喺各地形成羊群效應。預計2027年嘅銷售額可以由2025年嘅36億美金增長至到去60億美金，成為全球規模增長最快嘅消費品牌，上調目標價至到去302蚊。最新據閒魚數據顯示，6月 Labubu 相關嘅商品搜尋量比起5月激增10倍啊！Labubu 嘅熱潮似乎從未減退，你又點樣睇今次泡泡瑪特嘅回調呢？又值唔值得趁低吸納？歡迎留言討論一齊傾下。記得下載 ACAT， 再加埋媽媽大風扇群組，成為我嘅盟友，再加埋我嘅IG cat.朱穎怡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嘅心水股份情報啦。